翻嚟新聞時間，廣州有一批嘅網民咧發起捍衛粵語嘅集會，但係事前未得到公安嘅許可㗎。大批公安封鎖集會附近嘅地鐵出口，而驅趕咧係集會嘅群眾㗎。民眾其後改道去天河區繼續集會，而家已經聚集咗係幾百人，而公安在場戒備㗎。我哋嘅記者張傑業而家喺現場㗎，交俾你講下最新嘅情況。係啊，咁喺較早之前啦，咁其實而家咧，我哋見到咧，成條嘅海珠區江南大道同江南西路嘅路口咧，已經係成條封閉咗。咁警員就派出咗咧超過200名嘅警員咧喺現場戒備。咁我哋見到啦，現場呢度有超過500名嘅群眾喺度聚集，咁不時咧就高叫口號。咁較早之前啦，喺集會未開始之前，其實已經有一啲示威嘅民眾咧，就去到現場嘅附近咧，舉起一啲反對嘅標語。咁就咧係反對啦，係當局咧打壓言論自由噶。咁而家咧大批嘅民眾喺江南西路呢度聚集緊，同警員對峙。咁我哋會喺呢度留意住最新嘅情況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